哇！今日咧嚟到日出康城嘅海柏峰，帶大家參觀一個3房嘅輕裝修單位，由主人房、客廳同埋2個小朋友嘅房咧，都按照屋主一家4口嘅喜好同埋生活習慣同埋佢哋自己中意嘅風格度身訂造。OK， 事不宜遲，即刻由客廳開始帶大家參觀。嗱，咁入到嚟客廳啦，今次呢一個咧係一個梗廚嘅單位嚟嘅。一個叫做開放式一字型嘅一個客飯廳啦，所以我哋喺左手邊咧已經開始有一欄嘅儲物櫃㗎啦。咁屋主希望入嚟嘅時候呢個感覺冇咁壓迫，所以我哋下邊咧做咗一個換鞋凳，方便咧出門口之前咧可以坐喺度換鞋，跟住先出門口嘛。而呢個位置裏邊都做咗一個內彎嘅設計嘅，因為原裝發展商呢邊有啲燈掣啊、啲對講機嗰啲咁樣啦，咁我哋都要留翻個位咧去到保留翻啲燈掣位嘅。側邊啦做咗少少滲燈設計嘅，上邊個位置咧做翻一隻卡其式嘅皮紋，咁出到嚟嘅感覺咧復古得嚟咧又有高級感啊嘛。好，咁再行前多少少啦，嗱呢邊咧做翻一個中空櫃啦，咁屋主到時會有啲咖啡機啊、飲水機啊嗰啲放喺呢一度啦。上邊啦都做咗一個安全性好高嘅隱藏式嘅電力路軌啊。咁成個櫃啦做到上頂啦，咁啊滿足晒成個收納嘅空間嘅。咁再入嚟少少呢個位置咧就留空咗個位，因為屋主咧就有爬蟲類嘅寵物啊，到時會有2個好大個嘅玻璃缸咧會放呢一度嘅。咁上層啦唔想咁寡，所以我哋做咗個層板喺度啦，就做咗一種黑鋼嘅一個物料啦，配襯翻上邊咧都做翻一個黑鋼嘅一個金屬玻璃框。到時咧屋主都會有一啲自己嘅 display 咧會放喺呢一度嘅。一路延伸過嚟都係到頂嘅櫃啦，成組嘅儲物櫃咧都係用同一種設計風格，加用一種嘅深色嘅木紋啦，配襯一種皮紋，再加少少黑鋼咧，去營造翻成個中古風同埋少少型格嘅感覺嘅。好，咁依家我哋睇下小朋友房啊。好啦，咁啊嚟到仔仔房啦。仔仔房今次咧都係希望用一啲型格啲嘅風格嘅喎，所以你會見到咧，我哋今次用咗2隻顏色，一隻咧就係炭灰色，有少少金屬漆面嘅炭灰色，咁另外咧再配搭一種原木嘅顏色啊，所以營造出嚟咧比較型格嘅感覺啦。而一啲最特別嘅位就係咧，今次個位置咧都用得好準啦。首先我哋做翻張 L 型嘅轉角書台，咁佢嚟緊處理大量嘅一啲學習嘅一啲課本啊，或者做功課溫書咧，都絕對唔使擔心啦。而上邊咧有個開放式嘅書櫃喎，而呢個位置咧因為上邊咧發展商咧都有好大條橫梁喺度啊，所以我哋咧就做翻平個橫梁位置啦，下邊咧就做翻一組好大型嘅儲物櫃同埋 display 櫃。而後邊咧你會見到啦，咦，做咩有幅白色嘅嘢嘅？呢個咧就係磁石板啦，咁啊俾佢成幅做到佢個床尾位置嘅。咁啊之後譬如有啲 memo 啊，或者有一啲嘅任何磁石需要用到嘅話咧，都可以貼晒喺呢個位置啦。好，咁即刻參觀埋個女房先。咁啊嚟到女房啦，因為咧今次咧屋主都希望咧將張床升高，所以我哋咧都做咗一張比較高嘅高架床。隔離呢個位置咧有個爬梯啦，可以上邊嘅。咁一路延伸過嚟呢一度咧就會有一個書櫃嘅，咁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儲物衣櫃啦，下邊做翻啲櫃桶收納嘅。而呢個位啦，因為屋主都希望盡量個採光同埋個書台咧係可以向翻住見到出邊有啲海景咁啦。咁坐喺呢一度做嘢咧，或者坐喺度做功課溫書咧都好開心啊嘛，係嘛？顏色方面咧都係啦，用咗一種偏白色嘅一個木紋色同埋一個淺灰色嘅，咁感覺上咧就會舒適啲啦。好，咁啊，依家再帶大家睇埋個主人房先。好啦，咁嚟到主人房啦，因為呢個係主人套房嚟嘅，所以入門口嘅右手邊咧係一個主人廁所啦。因為咧今次呢個單位嘅主人房咧係有2邊窗嘅，屋主就唔希望咧太多嘅收納櫃咧遮住窗，咁所以咧我哋只係喺右手邊呢度咧呢個凹位咧做翻一個到頂嘅衣櫃，滿足翻收納需求啦。而左邊呢度咧做翻張地台床，今次呢張床咧都唔做得太高啦，因為屋主買咗張35cm 厚嘅床褥啊，咁所以咧我哋張床相對會做翻低少少。而床頭呢度咧都做翻一幅大嘅一個床頭 cushion 啦，加翻一張細嘅梳妝台啦。咁成個空間咧就有儲物得嚟咧，亦都好有空間感啦。今次海柏峰嘅單位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輕裝修咧就唔代表簡單嘅，重點係點樣去設計，滿足每個人嘅生活需求。如果你嚟緊都想裝修新屋，又或者想知道你間屋可以點樣規劃，留言話俾我知啦。記得 follow 我 channel啊，一有新片咧，第一時間通知你。下一間屋再見，拜拜。